臀看来非常柔软，内在需要强韧的力量。充满女人特质的肚皮舞，换种诠释，在小女孩身上有清新的热情。越小他们学习能力越强，那希望从小开始栽培，那未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的不得了。踩着鼓声扭动臀部，跳舞时脸庞上的自信仿佛会发亮。每个舞者不分年龄，用自己的方式摇出美丽。因为肚皮舞比较多神秘、比较多妩媚的一些动作，那就在编排舞码上面就要，比如说怎么样去带小朋友，不要让他们呈现比较观众看起来比较不好的眼光。美丽可以任人解读，身为舞者也教学的陈文宇，把中东肚皮舞的美带到艺术舞台。学生们远征海外，到韩国参加国际肚皮舞大赛，抱回了4个项目金牌大满贯。小朋友在国内的成绩也都相当的不错，所以这真的是年纪虽然小，志气很高大。对，客家话我们怎么说？飞机舞蹈，肢体动作。拥有9年国标舞基底，在比赛中累积经验，每一段舞码都是陈文宇自己的原创、独特的生命故事。我希望是艺术的感觉，借由东方舞来表现整体艺术，不管是音乐方面啦、肢体方面，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认知。陈文宇的东方舞舞出了一片天，而他希望这个美与艺术能够为更多人欣赏接受。身姿唔多，肢體動覺；身姿唔多，肢體動覺。